3月24号，英国2个人权团体在伦敦查理斯街的一个研究所举行记者会，与会来宾向媒体发布了在中国人权侵害方面所做的调查研究。请看记者来自英国伦敦的报道。傅习秋牧师特别提醒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失踪案。高志胜律师因为向胡锦涛和温家宝发表公开信，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公开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遭到了中共当局的恫吓、骚扰、酷刑折磨、判刑以及强迫失踪。到目前为止，高已经失踪超过400天。当然，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所有的这个信仰群体当中呢应该是最严重的这个迫害包括这个导致这么大面积的这个死亡和酷刑我想这个是应该是非常真实的。那么我相信这些事实呢都是他所列举出来的应该是有根据的。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人权律师向与会者透露，他从最近代理的一个新疆维族青年的案件来看，中国的人权状况更加恶化。这位维族青年因为从伊斯兰教改信基督教，因此被当地宗教局找去谈话，之后将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在当地经商的一个美国人，于是被安全局抓捕，并以向境外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15年。发布国际的首席执行官安迪·迪珀在分析造成中国越来越严重的人权侵害原因时说 I mean, I think all the time you've got one-party rule anywhere in the world, whether it's communism or whether it's any other party. I think that's always dangerous, and I think it's always very difficult. 在场的很多听众对北京律师公开揭露中国存在的严重人权侵害问题的勇气表示钦佩。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荣舒、孙卫，英国伦敦采访报道。